係其他嘅症狀引起佢注意。皮膚嗰個顏色就變咗少少，但係未必係痕都有痕，我個痕係一陣嘅啫，唔會令到我覺得好煩。當然會擔心少少啦，或者係查其他嘢咧，睇下會唔會解決到咯。其實出現林先生呢啲症狀已經代表靜脈曲張步入嚴重嘅情況。靜脈曲張係表示靜脈入邊嘅活瓣失去功能，原本要回流到心臟嘅血液倒流到腳部積聚。第一期血管比較明顯，慢慢會膨脹突出嚟，雙腳亦都會容易抽筋。再嚴重一啲，小腿嘅皮膚會變深色，繼而有發炎、痕癢等。最嚴重嘅會出現皮膚慢性潰瘍。醫生話部分比較肥嘅人可能因為皮下脂肪太厚，所以就見唔到凸起嘅血管，要去到皮膚潰爛先至睇醫生，發現係有靜脈曲張嘅問題。因為啲血成日聚喺個小腿度嘅時候呢，咁嗰個靜脈呢就聚咗太多血喺裏邊，咁壓力呢自不然呢會過分咁提升啊。即正常損咗好快會好咯，咁但係當個皮膚嗰個靜脈壓力太高嘅時候呢，咁嗰啲傷口呢就整損咗，佢哋好難好嘅嚇，咁於是就長期有個爛腳嘅情況。如果靜脈曲張喺第4期或者以上，就要做手術啦。咁方法係用微創嘅方式，將有熱力或者射頻導管伸入有問題嘅靜脈，纖維化並且堵塞條血管，防止血液再倒流。做呢類咁嘅治療呢，清除咗呢啲壞咗嘅靜脈呢，剩翻低啲好嘅呢，基本上對成隻腳嗰個靜脈功能呢，就唔會構成一個長遠嘅影響嘅。林先生做完手術之後，雙腳已經回復翻正常，但係仲要着壓力襪嚟控制病情，日常亦都唔能夠企太耐。無線電視記者鄭瑞文報道。